Hello，各位 YouTuber，歡迎收睇第60嘅科技雜誌。咁咧，今集咧就介紹第1191期嘅 PCM。咁呢度就話BOADWELLECORE I7啦，即係講啲芯片嘢啦。今期咧就會介紹新一期嘅組合就係呢個 GTX 1080嘅呢個芯片，冇錯啦。咁我仲有其他嘢要大家睇，請大家稍後。咁呢個咧就話家居網絡預防嘅挑戰。咁咧就係嘅，香港人機不離手，咁屋企大多數人都有 WiFi。咁今次集中火力介紹家居網絡使用嘅 router 嘅安裝嘅，咁咧就一定要升級嘅安全性嘅呢個 router， 冇錯啦。咁我仲有其他嘢影俾大家睇，請大家稍後。咁咧呢度就話零售 Bits 智能工程傳導嘅，咁咧電子商業場啦，咁零售業不斷咁樣進步，咁咧就網店就同一啲公司合作嘅，呢度就話冇錯啦。咁我仲有其他嘢介紹俾大家睇，請大家稍後。咁咧呢個咧就係話用 STEM 認識海洋角度嘅生物喎，冇錯啦。好，我今日講咁多先啦，大家記住訂閱我 YouTube channel。